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台南玉井区农会宾馆，为了要来迎接到未解封，本地已经做好准备，利用假房甲座位来隔开，而且采玫瑰道来达到防疫的要求。但是台南市的政策常常来等月，禁止伫个店内来食食。这个宾馆是做白工，假房嘛无法度发挥作用。 为了迎接未解封了后，来到台南玉井食山饼的游客，玉井区农会宾馆已经事先拢做好准备啊，用假房将椅仔位拢隔开，验过后来，市政府宣布讲，嘛袂使伫餐厅内面用餐，只好搁改转来。就是有这个疫情的压力，所以我们还是暂时停止开放内用。担忧疫情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清零，所以外带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。 伫三级警戒实施期间，所有卖饼业者，因讲是差不多完全拢无受任。这个都要看那个政府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啦。不能说我们做不到就不要开啦，这样对我们怎么生活？本来为今日开始，台南市有条件开放来用，玉井区农会宾馆嘛已经事先做好防疫准备啊。因无一声袂使来用了后，嘛只有期待疫情赶紧消退。